好好嘿嘿好好。你很瞎哎，照不大啊，拜托。只是照得大，你以为？我们在等待施明恩在调试这个设备的之前呢，我这边做个介绍。那施明恩呢，他是台湾少数民族，大陆我们就讲的少数民族，在台湾我们就称为原住民，原住民是阿美族哈。那我想问一下啊，那个拿帽子，我来考一下在座的，知道不知道这个台湾的少数民族的地理位置哈？谁知道阿美族是在台湾的哪一个地方？知道不知道？知不知道阿美族是在哪个地方？啊？阿里山不是，对不对？阿里山是原住民住的，但是不是在阿里山？谁知道？啊？那我讲讲在花莲哦，那是在花莲这山明水秀的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地方哈。但花莲的地震也非常多了哈。不要听到地震就怕啊，上海没有地震没关系啊。好，花莲地震会有多，但是是山明水秀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才能说在那个地方孕育出这么好的音乐的才子哈。所以呢，这个阿美族你要知道，台湾很多的艺人是阿美族的，谁知道吗？谁不知道？谁不知道哈？啊，等一下我们再请苏明恩跟他讲一下，都是属于台湾一些比较有名的原住民的一些歌手。我讲歌手里面比较有名的阿妹嘛，啊，张惠妹大家都知道啊，张惠妹是哪一组的？卑南啊，他是卑南族的哈，他是卑南族的。那当然还有很多，包括现在台湾很多一些歌唱比赛的哈，也都是一些原住民的哈，都是唱歌都会一级棒的，非常好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看一下，还有就是说，苏明恩他今天所穿的这个服装呢，是非常正宗的阿美族男孩子在穿的哈。不过这种穿的服装绝对不是平常在穿的，绝对是一定有一种某种典礼啦，或是说什么时候穿的。等一下我们请苏明看一下，这服装到底是什么时候穿的，绝对不是平常在穿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平常这算是他们非常正式的啊，就好像你在结婚要穿西装礼服一样，但一定是一个节日或是说很重要的祭祀呢才穿这种衣服的哈。我想等一下就请施明要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好。